我近期咧好攰，因為我做嘢真係好忙啊呢排，跟住咧又成日咧做到啲腰酸骨痛咁樣咧，瞓覺咧又瞓得好唔好咯，所以感覺咧好疲勞，好辛苦。我都見你近來好攰咁樣啊！不過咧近來睇咗一張單張啊，關於紫羅蓮女士咧佢嘅美麗人生嘅故事，一個見證啊！會唔會有時間我哋一齊睇下？好啊，好啊！爸爸就喺劇團入邊負責打鑼鼓，收入好少㗎。而媽媽呢，平日又要做家務照顧我哋，有陣時夜晚仲要做埋鞋嚟幫補家用添啊！哎呀，辛苦啦！有次媽媽做得辛苦得滯，就病咗啦。我呢，就喺床邊度一路搖住佢隻手，就講啦：天公啊，求你去到幫助媽媽快啲好返。諗返轉頭，呢一次係天父應允咗我祈禱，我成為一個明星，衣食無憂，生活過得好好。不過我都成日好唔開心，於是我自己一個人行下呢，就見到一個十字架。於是呢，就自己行入去認識下。一路行到禮拜堂，去到禮堂嘅中間度，望住咗呢個十字架，突然間好奇妙，我覺得自己嘅疲倦重擔都喺嗰一刻去釋放咗出嚟，內心好寧靜。後來我每一個星期返禮拜堂，去到敬拜唱詩歌，有認識到耶穌釘十字架，為我呢個罪人作咗挽回祭。咁我就喺度諗到，煩惱負擔重擔嘅人可以到我呢度嚟，我就可以令到你哋得安息。呢個係耶穌同我講嘅，我內心變得好平靜。咁之後我就開始好厭倦自己拍戲嘅人生，自此之後就去到唔同嘅教會、一啲老人院、老人中心，甚至係一啲嘅醫院，去到見證主嗰份嘅愛。常與你們同在，願平安，因為天天皆給你喜樂，恩典圍繞你。睇完啦，覺得點啊？我覺得好好啊！紫羅蓮女士咧，佢而家已經70幾歲啦，但係咧佢都依然咧好願意將基督嘅愛去分享出去，去做好多義工，所以咧我都俾佢嗰份慈，俾佢嗰份愛咧去感動啊！咁咧我亦都學識咧，好似佢咁，將勞苦擔重擔嘅咧交俾主耶穌，咁咧就活得好唔一樣。我哋一齊努力啦，我哋。多謝你分享啊！